手把手，祷告手。我们看到好多国家的人，好不同的种族的人，却唱着同样的音调，一起在赞美同样这一位伟大的上帝。因着千人的敬拜，真的是唱出神的那个伟大。我们猜猜看，这是什么地方呢？美国吗？葡萄牙吗？意大利吗？还是在坦桑尼亚呢？对了，这就是在坦桑尼亚 ICMDA 国际基督徒医师牙医协会。这是我的老师他的先生参加这个世界大会，他所录回来这么多不同国家的基督徒一起来赞美这位上帝。哇，真的是唱出这个诗篇里面最短的这一节的这一章有2节，唱出这样子对神的颂赞哦。在诗篇117这2节就是代表整章，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章节。他说：颂赞上主列国你们要颂赞上主；万民你们要颂扬他。他对我们的慈爱多么坚强，他的信实永远长存。要赞美上主。对了，我们今天就要来赞美。想想今天哪一些方面我们经历到感受到主向我们大施慈爱呢？有太多的方面了。我们很多时候做错决定，但这位神为我们赦罪，给我们施爱，使我们重新有机会再重新爬起来。我们也恳求神帮助我们在逆境中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主的信实永远长存家庭更是，有些家庭曾经经历主向我们大施慈爱的经验，一定有的，好不好？我们今天在不同地方，我们都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一位神。手牵手，祈祷的手。